今日同大家嚟到尖沙咀食一間居酒屋，入邊有3個必食嘅菜式。呢間居酒屋其中一個老闆係日本人，所以入到已經好有日本風情，而且好有氣氛。後面已經坐滿晒人啦，如果想坐榻榻米就早啲訂位。居酒屋好玩就係唔會限規矩，想食乜就有乜，有燒魚、串燒，我哋仲要咗個特長3款嘅 taco。我手上呢個有海膽、三文魚、魚子、吞拿魚、牛油果。正式開波，介紹呢度其中一個招牌菜厚切牛脷心，140幾蚊一個厚切牛脷，仲有幾個食法，有一個少少辣嘅蛋黃醬，有一個海鹽，一個青瓜，仲可以配檸檬，等我粉嫩啲啊！哦，出晒煙，幾正！入邊好 juicy， 好香嘅牛舌味，出邊有少少調味，必點。我一個芫茜季啱晒，就係芫茜阿波美雞鍋。首先將啲骨膠原倒入去滾一滾先，入邊仲有海苔同豆腐，萬事俱備，只欠芫茜，全部芫茜車晒落去。呢種阿波美雞全部係日本番，擺落去好似食和牛咁，拖去7-8秒就食得。當然熟啲嘅，你哋自己決定。食法好簡單，一定要連埋啲芫茜一次過食。雞同芫茜再配合個湯底，就真係百般滋味在心頭。而唔夠過癮嘅，仲可以加呢個柚子胡椒醬。食下飯，突然間熄燈，原來有人生日，全場一齊慶祝，好開心。飲完酒，食翻少少澱粉質，就要咗呢個和牛鵝肝藍黃蛋煲仔飯。時間火候控制得好好，啲飯焦好靚好脆。鵝肝和牛藍黃蛋，仲有少少醬汁，4個味撈埋一齊，點會唔好味啊？都係好食嘅，飯焦啱啱好啊，少少甜味，鵝肝同埋和牛嘅香味滲入去，好味。好好氣氛嘅一間居酒屋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介紹。唔拍啦，飲埋個啤酒先，拜拜。最後，佢哋嘅自製生果雪巴都好好食，可以食埋呢個甜品先走。